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要从13节看到20节。鼓励弟兄姐妹，你有手机也可以哦，或者你自己的圣经，哦，这是上帝给你的装备武器。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要从第13节，5章的13节看到20节。来，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大声读上帝的话，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不够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的人。你们的光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万不能进天国。弟兄姐妹，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个礼拜我们领受了天国的蓝图，让我们知道透过8种态度可以承接什么8种福气。其实不是只有8种福气，是天上地上的，透过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福给我们。以弗所书1章3节里面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透过传讲福音，让人了解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福。这个福是要透过什么？上个礼拜牧师透过第一个从心里面来学习，对不对？心里面说什么？内心贫乏的或是缺乏贫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你觉得不够渴慕神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心里面来改变，改变完之后，渐渐的到最外面，你可以行出来，使人和睦和平。到最后，你可以为什么？为福音、为义来受逼迫。这一些人是有福的，他要成为上帝国的儿女，他要使人和睦，成为上帝之子，就是站在人跟上帝当中，能够什么成就那个和平和睦。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可能你透过传福音被人拒绝了，可能被逼迫了，这个是有福的，所以天国是他们的。昨天我们有在早上牧师7点20就出门主持我们的叶惠美姐妹的告别一些的事宜，一直到回到到平安园回来大概晚上9点多了8、9点。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参与在
大家一起来透过了解、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心态、新的方向之外，我们就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不只是自己享受。今天我们要透过天国的使命，帮助大家来明白，主耶稣要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他用很生活化，你可以常常用得到的，每一天几乎都需要的，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美好的善行之外，也能够活出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最后不是将荣耀归给我们，而是将荣耀归给天父。这个就是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样活出天国子民的影响力。你有在外面可能担任不同样的职分，你可能在你的企业，在你的工作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不止这样，耶稣要让我们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活出有天国子民的影响力。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影响他们？第二个，当你有这样的全能，这样的一个祝福别人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将荣耀归给你自己？还是你可以感谢主，我可以安慰人，是因为神安慰我，神给我爱，我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最后基督徒得奖了，或是领受了，我们都会怎样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在你领受祝福之后，你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用好像盐、好像光这样的一个影响来影响其他的人？弟兄姐妹，每一天你需不需要盐？需不需要？需要人说哎呀，我肾脏不好，我都不吃盐，可不可以？不可以没有盐不能够造血，没有盐，我们体内的一些的这样的运作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来，我们来想看看，我们说说看，你觉得盐有什么样的功能？盐巴，盐调味，对调味。还有呢，消炎消炎。还有吗？防腐，还有没有？就这样。还有等一下注意听，好不好？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有调和调味有没有人你煮菜都没有放盐巴的？这些现在也不分是妇女了也有家庭主妇对不对？有一些都是很好的手艺盐巴对，放的多就太咸，放的少就什么没有味道，对，吃起来就不会觉得美味。调和的刚刚好，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美食就会你很喜欢，对不对？过年到了我们会有佳肴一起来分享，对。但是这个很重要另外，我们用这样来表达出什么？我们的言语不只是透过盐巴来调味，让我们吃的美食可以有享受这样的美食好吃。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言语，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有没有听说过？哎呀，你讲的话怎么那么咸啊？有没有听过？说你讲的话那也咸有没有听过？有嘛？有就是表示说你讲的话哎呀，让人听得不舒服，好像在讽刺一样。这讲你的话也咸就是在提醒我们讲话也要像在煮菜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调和所以在言语方面要常常带着和气。如果我们的言语是带着
二个就是使人彼此有和睦的行为哦。那这里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盐的调和，使人彼此之间有这样和睦的关系。其实，在犹太地方哦，他们对盐巴不像我们这样的便利哦，所以犹太地方还有中东各地所吃的盐，大概是矿盐或者是井盐，井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盐哦。那他们好像一个盐块这样，所以早期哦，他们没有像我们整包的啊，或者是整盒的这样哦，所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哦，都各自有自己的一块盐啊，哦，好像比拳头还小一点的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奇怪，盐如果失了味，被丢在外面，然后怎样被践踏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哦，他们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一块盐，然后这一块是你的，这一块是我的，然后就摆在什么厨房。当吃饭的时候，他们右手就夹菜，左手就拿着这个盐块，好，来夹一下，然后舔一下，就是这样哦。我去查考一些的资料，当然你说不是我左撇子，左撇子就用左手夹菜嘛，右手拿盐块这样哦。就是他们透过这样，舔久了，这个还有没有味道？没有味道了，就丢在什么外面，好像石头，就剩下石头了，丢在外面，让人怎样践踏？哇，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哦。所以当他们舔完之后，盐失了味了，就是那个盐块失了味了，没有用啦，除了来丢狗之外，其他都丢在外面让人践踏。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哦，他表达说，我们离了基督耶稣，我们就怎样毫无用处，所以就被丢弃哦。所以使人能够彼此有这样的一个调和、和睦，还有透过我们所有的行为，能够让我们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就是有你在的时候，可能有纷争，可以透过你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调解哦。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纷争的时候，都会先去找什么调解什么委员会，调解不成，再送到检验法庭，再送到法院哦。所以我们看到调解很重要，有纷争了，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智慧，可以化解整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更加严重哦。它可以使人彼此有和睦。好，刚才说第二个哦，第二个是有防腐的功用，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哦，提防自己不被什么罪恶所腐化。小时候没有冰箱，有没有？或者那个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过，有没有？举手一下。你们都那么先进哦。好情况下哦，因为我小时候就有那个没有冰箱的日子哦，所以阿嬷她在肉的处理上面是一个姜皮吧，对吧？她就会腌完之后放在这个菜橱里面那个橱里面对，那我们回来饿了就去打开那个橱柜，然后怎样白饭挖着，然后那个咸猪肉就这样配着吃有没有那样的生活过？有了要感谢主我们那时候住在乡下不是像在城市那么便利所以也有过着那个没有电灯的生活小时候用什么油灯，有没有用油灯那个没有了好，所以这个都是美好的回忆那透过研发，将这些食物能够怎样帮助它防腐，可以怎样放得比较久一点。那这里耶稣用盐来提醒我们，就
罪所腐化之外，也可以帮助别人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罪的腐化。好，第三个它象征另外一个象征是永久的盟约。奇怪，牧师你讲的可能没有听过了那这个样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民数记8章19节里面就有提到这个盐的约盐约。好，所以我们看到盐能够保持不易腐败。那古代的这些的民族他们以盐来象征永久，特别是有一种盐约，表达说永不改变。你我之间立约之后，我们这个盟约不改变那在圣经里面，利未记2章13节，在利未记的还有27章26到27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来。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盐约就是不会坏不朽坏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在表达就是说可以比较长久永久所以盐约表示不可以解除，永不作废，是表达人跟人、人跟上帝之间那个永恒不容易被废去。所以盐具有这样的一个防腐然后持久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在整个结盟过程当中，你我立下这个约定的时候，就好像两个人一起吃面包和盐一样就是你要掺在一起所以在利未记的2章13节马可福音这个9章49节，如果有机会你去看一下里面就说到这个盐的约盐的约，就是象征怎样永久好，另外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提到就是盐有妨碍这个发酵的过程的一个功用盐会阻止那个东西发酵那酵在圣经里面代表了一种罪或者是悖逆，所以这边我们看盐自然就成为什么防止悖逆的一个代表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看看不只是有这样的净化啦或者是可以用盐水、盐巴水来消毒等等这一些另外其实在外在还有在内在的，所以耶稣奇怪他为什么会用盐用光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很平常的事物，但是却是很重要，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用这样来表达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怎样去做影响人的？太咸不好，太淡也不好，刚刚好，人家会觉得说，哎呀，你的菜煮得很棒，就会赞美我们一句话也是一样，说的可以让人跟人之间和睦，因为你的一句话可能引起什么战争，引起纷争。好，这是盐巴，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作用第二个，我们来看，来提到光光有什么样的作用来，光有什么作用？我们说说看看。这样老师，照明照明对，哇，这个最近地震对，电视就会广告，你要预备什么包？不是肉包菜包是地震包，对不对地震包里面一定要有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只要自己要准备，如果要逃命的时候你不要放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可能放在门边或什么它里面就有人告诉你要有水要有什么保暖的衣物，还有对手电筒，对，特别是地震来可能会没有电在黑暗当中，你怎么样找到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看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
愿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能够照明，能够照明，使人走在正道上面，这个很重要。如果在你进去你的家里面都很黑暗，你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找开关，然后把开关打开，照亮了，哇，你就可以怎样？很安全的大步的走。那如果黑暗当中不安全的时候，你会怎样？对不对？慢慢的走，很小心的走。那有光照我们的时候，就会很自由很能够平安的走在你前面的道路在1995年的10月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管理局跟美国的军舰队这个舰队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个是真实的对话这样的抄本被公布出来那美国海军总部在1995年10月10号公布这样的一个记录。好，这个是两方的对话加拿大人员这边就开始讲说，请你改变你的航向，朝着南方15度，以免碰撞。这是加拿大这边哇，美国人员就，我建议你改变你的航向，向北15度，避免碰撞。哇，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加拿大人员说不可以，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方向，朝南15度的航向去。哇，美国也不甘示弱，你知道？这舰艇说，我是林肯号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我还有3艘的驱逐舰，还有3艘的巡洋舰，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舰艇，我们一起航行。我要求你改变你的航向，往朝北15度。哇，所以他们就一来一往，这样一来一往如果你不转向，我们的舰队就要采取这样的一个确保我们安全的措施。加拿大人员就回复他说：“我这里是灯塔。”换你说，是谁要改变方向？是舰队还是那个灯塔？当然是舰队对不对？讲到最后你是灯塔自己要改变方向，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在黑暗当中，我们需要照明，不然就会走错误的道路。如果林肯航空母舰林肯号航空母舰这个舰队依然怎样依然坚持自己，可能到最后就会危险触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方向也是一样，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还有什么路上的光。可能在我们迷失了、不知所措，他就帮助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个，还有什么功能？带给人温暖，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如果外面有什么阳光，多好对不对？今天早上我问希瑞，现在温度几度？他告诉我说，现在外面温度11度。如果又下着雨，你会觉得什么？不想出门今天可能太冷了，跟上帝请个假好不好？当然不好，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看到阳光一出现，就会带给人有这样温暖。有一个伊索寓言的故事说，风还有太阳，它在争你的影响力大还是我的影响力大？好不然比比看就看到什么？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把它抓得紧紧的，因为天气很冷。好这个风就开始了。好，看我的影响力，它就是大力的吹，用力的吹结果看谁能够先把这一个行人的衣服大衣脱掉，帽子脱掉所以这个
用力的吹，结果呢，那一个人怎样？帽子抓得更紧，大衣抓得更紧，哇！费了一番的功夫，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行人的外衣还有帽子脱掉。最后，哎，换我这个阳光就说换我来，他就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加温慢慢的发挥它的温度，结果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哎，太热你会怎样？把外套脱掉，把帽子脱掉，可能把你的手套脱掉。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帮助我们说，哎，爱可以使人得温暖。你是不是有神的爱充满在你的身上？第三个，可以医治可以带来生命医治我们看它用在一个照疗的方面我曾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我什么？哎，来，刘牧师，我帮助，然后他帮我做一个什么光疗，有没有听过？就用那个电灯在照。哎，我们从比较可以明白的，小孩子一出生如果有黄疸，他要做什么？光疗，对不对？要照完之后，让他的黄疸就怎样消失好，另外我去查有一些光疗或者是雷射光，有一个叫做这边有医生吧，有一个叫做 PTT 的这个动力刀它它称为这样的一个光刀第三代第三代的另外有第三代 S 光刀称为诺力刀，承诺的诺力刀，它就用在什么脑瘤肺癌肝癌等等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过程当中那另外刚才我讲的 PTT 这个动力刀也是运用在早期的支气管的肺癌、早期的食道癌，或者是气管内肺癌阻塞，它可以用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听说蛮有效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光可以带来医治，带来生命，带来光合作用，带来使植物能够产生光合作用之后产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有一位谢伟医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在埔里的鲤鱼潭那边有一个谢伟什么营地，那个就是他们后来家族捐出来的。以前他在那边把它当作是一个肺结核、肺痨肺结核的一个疗养中心那这个谢伟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幼年的时候病危大家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哎，他好了，好了之后他就决定给上帝来使用。后来他先去读神学院，台南神学院完之后，毕业之后再去日本学这个医学就读医学。那在1946年，他回到台湾遇到那个孙理莲教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创办这个芥菜种会的这个宣教师那他就加入在山地这一些的医疗为穷人设立的一个巡回诊所，所以平常他就要翻山越岭。后来孙理莲女士就鼓励他到美国再去进修那时候他在南投的家中开设一间叫做大同医院，所以他自己有这样的医院。那他一方面又要参加这个医疗的服饰所以他把他的医院交给他的妻子，也是同样是医生那1949年，他被按立成为牧师，协助在南投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牧会1951年到美国再进修，1954年返台那他担任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第一任的院长。那在埔里鲤鱼潭创办基督教的这个肺结核病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医疗院。那在这当中，他也成为总会的议长。一方面要
另外，他又成为这样的一个医生，在台南这个乌角病盛行的时候，他也一样带着他的医疗团队到台南北门医院那边去做义务的诊义诊。1964年，他成立了二林基督教医院就是促使这样的一个医院被建立那在二林基督教医院有这样的门诊，所以在整个像除了他自己的医院之外，他还要从埔里开车到二林，在那边去做服事。如果当中有一些的急诊指定要求他还是会不辞辛苦的到二林基督教医院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你看，一方面自己的医院，一方面参加3地的医疗团队服事，台南的乌角病这样的一个防治，还有呢二林基督教医院，还有总会担任议长的过程当中，他要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真的为这些病患着想。他的妻子就劝他，你要休息他就讲一句话：我如果早几分钟到，这一些病患的痛苦就会减少几分钟。所以他有很多这样义务，甚至他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这个病患很穷苦，他甚至会交代在他的腰包里面再放钱，来帮助这一些的病患。所以谢伟牧师他不止在医疗上面帮助这些的病患，他还透过怎样，透过这样的鼓励，帮助这些病患读书会，然后种菜养这一些的动物鸡鸭鹅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他发挥他的影响力，到最后他要到二林基督教医院来看诊的时候，他因为身体疲累，所以在途中撞到大树，出车祸，后来就这样离开人世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享年就是50多岁55岁，年轻的生命用在什么？在这些的病患，在传福音，在牧养。所以现在埔里的鲤鱼台那边就一个纪念谢伟的谢伟营地，最后把这个地方捐给我们长老会的总会，所以常常有机会的话教会就会去那边做灵修办活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光，带给这些需要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医治他们。这个就是谢伟牧师他的照片他在做医疗帮助人。最后一个还有很多，但是牧师只是把这些有功能性的把它提出来。我相信从你的知识里面可以看出，光还有很多这些的作用它可以带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供应，所以透过太阳能发电供应我们能量，行光的作用给植物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这样一个照射，让我们所吃的什么钙片你不要只说我吃钙片就好了，对不对？还要怎样晒太阳，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作用。好，这边就是要提醒耶稣为什么说盐跟光要帮助我们，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像昨天过来是礼拜3，礼拜2有壮行礼拜，鼓励年轻人要当兵，好好的靠主有上路的话，参与这个礼拜也跟他鼓励打气。礼拜3，我们这些的家属，相信你的参与快过年了，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把这样的一个告别的事宜把它办好，让他们心也得安慰，让他们心有温暖的感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的影响力。
第二个，我们看，当你有这个影响力，你怎么把它实现出来？实现出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来，他就是要怎样？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当时候律法是指旧约创出利民生的几卷书了好，所以他在这边强调，就是耶稣来成全是什么意思？成全就是应验及实行的意思所以耶稣来说，我要成全律法，成全旧约。那第一个就是说提醒我们，耶稣来把先知书跟旧约显明不完全的部分，他来了就让他整个完全了原来说的应许就是他，救主就是他。好，第二个我们看实现上帝在旧约当中所有的应许。所以到新约，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章或是其他的章节里面就有说，耶稣来，这是为了要应验或者是什么成就先知谁谁谁所讲的话他要出生在哪里，他要成为怎样。所以耶稣来是要怎样成全这样的一个律法。好，这个是第一个，耶稣他先为我们来做，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再来呢，他说谁可以成为大？最大的天国成为最大的是谁？是谁呢？是那个有权势有地位的吗？是那个有资深的长老吗？在天国才能够为大吗？来，一起来念来。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就说你遵行，然后又去帮助别人来遵行，这个就是最大的。如果你不遵行，然后又叫别人做，这个常常是什么？耶稣在批评这一些的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很会读圣经，读得很熟透，但是呢，叫他们行出来，没有那个怜悯的心，没有那个爱的心。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传讲，要遵行，自己要先做。就是我们在所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遵从要比一般的道德还要更高。基督徒因为相信福音，所以活在恩典之下，不是靠着律法规条使你能够得救，不是说我圣经读了好几遍我就得救，不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你听了，你还要真正去做出来、信出来、活出来这样才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最重要的。所以要活出超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这里的义是指他们按照这些的规条十诫十诫又把它扩增到好几百条300多条或是几百条这样他们就一条，然后又把它延伸出来，延伸出来。所以呢安息日你就不可以做什么，所以就不可以煮饭，就不可以去按电梯。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那个如果你安息日是住到这个犹太人开的饭店，那你要到几楼？5楼，好，你可不可以按？不可以的，你这样按叫做做工，这样明白吗？哇，所以他们就发展出来到那边你就不用按了。为什么？他就设定好了，每一层楼都会停的就是会把这样的一个条文把它怎样仪式化，然后把它这样做，好像自我一个限制耶稣要的不是这样。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生病了、危险了，你要不要救他？法利赛人说不可以，因为你去救他就是做工。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只是照这个仪式条文在遵守，
面其实都是什么？奥西郎不逃而已。这个是耶稣说的，不是牧师说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0章的27、28节里面就有提到，外面好像粉饰的这样的坟墓那里面外面好看，里面好像是死人骨头，还有一切的污秽。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很敬虔、很公义，但是里面装了什么伪善和不法的这样的一个事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他们，就是不要只是有外表敬虔的外表，而是真正的内在活出来不要装好像我很敬虔。我读过很多的圣经，好像很让人尊敬。在天国最大，就是因为像耶稣一样，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服侍。所以在教会，在天国要做大的，就是要这样讲，服侍，去服侍。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要让我们活出来，胜过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不只是有外表的敬虔，真正的你一个关怀的动作，人家会感受出上帝有没有与你同在，你有没有上帝的爱，不是外在的，不是装出来的。弟兄姐妹，人家会感受得到。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因为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不是靠着这些行律法来得救。这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外在的功德。每一次发生灾难了，就有人开始会用行善这样的方式，但是基督徒真正的是从内心做。所以我们会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哎呀，人家都在做，我们有没有在做？其实都有在做，默默在做。所以总会或者是1919，他们就马上在花莲港教会或其他地方成立这个救灾的前进指挥所，在那边做这样的一个关怀，安慰他们。有一些害怕了、惊吓了，就为他们祷告、收金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牧师还有一些同工就在那边花莲地区的这些的同工。好，所以最后的是就活出律法的精神，不要拘泥在字句上面而是要让神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将上帝永恒的应许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怎样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可不可以活出你天国的子民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上帝要给我们不变的应许，你可不可以活出来？第二个，你有这样的恩赐、才能或者是资源，你可不可以用出来，祝福更多这些需要的人，将荣耀归给主，不是归给你自己，因为这一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站立一起站立。天国的使命就是要让上帝祝福你的活出在生活当中，将你所读的活用在生活当中。耶稣说要爱上帝，你怎么样爱上帝表达出来？你要爱人如己，怎么样表达？可能是一杯水，一个关怀，参与一场的告别礼拜，与他同哀哭。神就透过你有的来祝福那些没有的。希望他的教会是一个活出信仰，不是像文士法利赛人，哇，我读了好多的圣经，没有活出来，没有用，单听到不行道，这个信仰是死的。行道，但是没有神的话语，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功德，一个善行。所以一方面我们读上帝的话，一方面我们行出神的道来。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上帝爱不变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用这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赋予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
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手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都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求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领我走进丰盛广阔之地，你恩典足够我用。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领我走进丰盛广阔之地，你恩典足够我用。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